正前方画面正前方，寒山市，台湾的寒山市，在后壁新港东，台南后壁新港东。早上有下小雨，刚刚也有下小雨，现在有没有放晴了？哦，很多稻田都是等待着要收割了。早上因为有下雨呢，因为那个什么机器采收机的那样，机器插秧，然后你看30个月以后，那个机器采收了，这个铁栏杆围的啊，这一块地在台糖的土地，以前那个在甘蔗啊，在甘蔗的是5分车，什么小火车5分车嘛，都停在这边，看地下面有铁轨。那你要车载甘蔗来这边，让这火车再到南边新营糖厂。后来好像80年代，中华民国80年代晚期，有停止生产甘蔗了，蔗糖了，停止生产蔗糖了，好像机械那里搬到东南亚。这农地要卖哦，这台糖的土地要卖要租哦，先到新营糖厂哦，比较里面一点，一栋大楼3楼，资材是填申请单了。